来继续来看台中大新国小的头前，昨暝10点外，有几啊百张1000块的钱散伫大路顶。有民众发现，搁安尼楼顶招楼骹，阿母招阿爸做伙来捡钱。警方尾啊有找到主人，伊讲伊疏忽了，甲36万的现金放伫后车厢，就甲车驶咧走，所以钱拢飞出去。不过36万才捡回29万，还佫有7万块找无倒来。提醒民众，捡到钱若无摕来还，是犯着侵占罪。一台白车驶过路口，后车倒挂放一个盘影。过不偌久，盘影咧伫咧大路轎车交过，几啊百张1000块就安尼伫咧大路随风飘扬。事发时间就在1号晚间的10点多，当时有36万元的现金就这样散落在大兴国小前的路面上。有好心的民众捡到钱，会甲钱摕转去盘影内底放。不过有民众听讲钱落伫咧大路，佫有人招朋友过去当做捡。实在问现场的民众，因讲佫真正看到有人捡了就紧走。那人捡了就跑掉了。有，这捡不少啊，那个在路上捡很久啊，那2个开始捡啊，捡一捡就跑了，就开走了，太扯了吧？那时候蛮多人帮忙捡的，对啊，可是为什么现在剩下？警察接到报案来到现场，嘛来到捡钱，盘影内底钱真侪1000块，警察一指摕起来整理，落尾捡转来29万4000块现金，盘影内底佫有一寡单仔含手机啊。警察根据单仔的资料联络拿钱的罗先生，查甫人讲盘影内底有要36万的工程款，一时4到7袂去盘影，佮放伫咧后车厢看，甲车驶走，再互钱全部飞走。本所将持续扩大调阅监视器，并协助赖兰找回遗失的款项。佮有7万块现金也未找转来，警察提醒民众捡到钱若是无还，恐惊犯刑法侵占判决免的罪，呼吁捡到钱的民众经交转来派出所，较袂犯法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